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回地动中心附近是有几多座核电厂，就全关的4号核电厂，搁有全世界上大核电厂新式的博奇异域核电厂，这两大拢是有变压器故障，甲燃料伫冷却水溢出来事件。根据日本原能会观察，目前这核电厂附近的辐射也维持伫咧正常范围。1月7日，日本石川县发生规模7.6的强烈地震，震央附近的核电厂运作引起各界关心。志賀原子力発電所をはじめ、原子力発電所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異常がない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ております。进前天运也未启用的4号核电厂，捌出现变压器故障事件，复加再处理完无要紧。那新习惯博奇异域核电厂嘛传出使用过的燃料池冷却水有溢出来。那用过燃料棒本身，它在这一次的地震其实并没有受损，当然也不会有一些高放射性的分裂产物，因此而被释出。外溢的水有没有跑到环境里面去？那我们目前的了解其实并没有哈。所以这两个机槽，因为它都是停止，不是运转中，所以其实风险是已经比较小了。有可能会担心的是，当它水溢出之后呢，也许燃料棒无法冷却，那燃料棒就会出了这个问题。博奇异域核电厂是全球上界大的核电厂。2021年3月大地震了后，全面停运，一直到顶个月27解禁。结果无几天又搁发生强烈地震，互停开的时间出现变数。毋过有学者认为，这个地震所造成的核电厂影响，那比起3月地震来看，加较轻。311那时候是因为它冷却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后来发生炉心熔毁，所以里面的那些分裂产物啊、放射性物质就被释出来。燃料棒表面原来存在了一些具有放射性的腐蚀产物，那它会溶于水，这个量其实都很低。日本原子力规则委员会公布，互地震影响区域的核电厂，拢无发现辐射有各样，目前对环境无影响。南方核安会是强调，会持续关心日本后续核子设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昨地震的时阵 ，NHK 主播是随改变口气，叫这观众莫阁看电视，赶紧逃难，表现受到肯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南韩的官方资料，因去年12月出口美国的金额成长21%，是美国20年来头一届超过中国，变做南韩上大的出口市场。英国《Times》报道，电钱一直咧起价。2023年，英国的民众用电量是创有史以来上界低，化石燃料供电的比例是降到35%，是英国上界环保的一年。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德州的州长包车甲移民再去纽约，纽约市长是下令阻挡这个巴士入境，移民通被迫都要提早落车，去互放伫咧半中路。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联盟的叛军攻击经过红海船，是去互美军碰电去。这阵互怀疑伫咧背后替联盟叛军的伊朗，嘛派军舰去红海，局势愈来愈紧张。南韩上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李在明，今日早起是伫咧釜山去互一个查甫人夜倒攻击暗军仔，随老血倒落，目前伊是无性命危险。这个嫌犯是假做支持者挖进李在明了后动手的，警方目前也咧调查犯案的动机。伫当天来行进前，南韩共同民主党党主席李在明，初二早起去釜山访问中途，煞有一个查甫人雄雄行过来，手举30公分长的凶器，直接攻击伊的倒案棍。李在明随时受伤倒伫涂骹，空喙流血不止。现场的人随时甲指挥急救。1点钟内，就用救护车甲直升机甲送去釜山大学病院治疗。根据韩媒报道，李在明送医过程意识清醒，性命状况良好，空喙大概1公分宽，目前已经顺利提验好势。不过，哪像伤着红军来静脉，忧心会造成大出血，煞接用直升机转送首尔大学病院做手术。攻击事件发生时间是南韩早起10点半左右。李在明当接受媒体访问时，当要行去坐车的时阵，就被攻击。凶犯头抵李在明后援会头军，拄红了的时阵，搁咧滚量，
推测是伊假影要讨签名趁机会攻击。目前，这个60几岁查甫人当咧釜山公司警局接受调查，按过全程行驶点喙权，行凶的动机佫无法度确认。李在明原本的计划是访问釜山嘉德岛新机场用地了后，就要去庆尚南道甲前总统文在寅见面。因为发生事故，行程已经取消，这个事件嘛引起朝野谴责。总统尹锡悦下令相关部门赶紧调查，承诺会提供李在明医疗资源。公视新闻牛眼编译。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进程，因的国内就心乱。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政府去年上改革司法的名义，要限制这高等法院的权力，或者国会有更较大的权来推杀法案。特去防这个讲是要帮助家己脱罪。这款反罢通过改革的手段是引起国内严重示威。时阵局势变盘，最高法院的法官被逼斥否决纳坦雅胡的改革案。以色列最高法院15月大法官崔伊以被逼斥的1票之差，否决去年7月国会通过司改法案，这样互外界批评讲是假改革真乐观的新法。取消最高法院若是认定政府和部会首长各自无合理的时，会当甲撤销的权利。הרפורמה שאני מביא תחזק את מערכת המשפט ותשיב את אמון הציבור בה. היא תשיב את הסדר על כנו. 这样被认定是破坏司法独立的法案，去年一公布，就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弹，行上街头示威。不过政府同款免预杀，7月在反对党法无体背夹之下，通过头一部法案。立党咬互政府原本10月阁要杀新法，进一步要摕到任用最高法院法官的控制权，因为哈马斯攻击引起战争来动点。立党咬互全力转向消灭哈马斯，最近3个月强烈攻击哈萨地区，夺走22000多条人命。虽然国际社会严重关注，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依然是无咧落软。אני רוצה להגיד לכם, חברי הכנסת ומשפחות יקרות, לא היינו מצליחים לשחרר עד כה למעלה מ100 מן החטופים בלי הלחץ הצבאי. 以色列军方讲，这场战争2024还会拍几年，不过因要调整战术，甲加沙部分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火力来打击哈马斯。10月初受攻击来撤离的加沙走廊北边屯军的民众，嘛会分配转来。不过目前还有100外的人质还未救出来，加上司改互最高法院动来，国内的紧张情权有来有，各有外患。立党咬互当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镜头换来关心加沙目前的状况。虽然新年到底，不过以军的攻势依然是无停。当地难民囡仔是望这新的一年，因会当平安回去故乡。另外，加沙真欠资源，连人都要几时顿。所以讲，南部一间动物园内底动物无通食，已经烧煞死亡。三比八的高山啊，目睭爬袂紧，嘛无法度家己食物件。好心人当咧饲食物件。加沙南部拉法的这间动物园，最近收留真侪难民。动物园讲，连人都无够食，动物更加免讲。目前已经有4只狗饿死，第5只嘛破病啊。حيوانات حتى تستطيع أن تستمر في الحياة، فما بالكم الإنسان. نحن أمام مشهد الآن، مشهد قرد يحتضر من قلة الطعام، وشاهدتم عملية إطعامه باليد يعني، ولا يستطيع أن يتناول طعامه. 动物园表示讲，因为食物欠缺。动物园内底会使一礼拜干会当食一顿，而且是食泡水鸡胖。现时因拢剩甲剩一半重尔。互人忧心的是，有一只师母拄啊生囝，师母啉水无够，师仔囝随时就会来咬死。加沙政府会继续管教，有落无厝的民众愈来愈多，因自身难保，国家是无法度去保护动物的性命。真侪走来加沙南部拉法即搭难民营的人，简单会当住伫简单的营场内底。佮要国关的囡仔无法度去校，咱用欢喜过年的时阵，因的新希望煞卑微，甲真可怜。عام 24 انه انا ما اموتش، لا في حمام ولا في اكل ولا في شرب، الطفوله راحت. وا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بتمنى انا ب 2024 اني بساعة 1 احلم اني اكون بحلم اصحى ببيتي ب1 اصحى ببيتي تخلص الحرب، تكون تخلص الحرب。不过目前战争也毋知第时才会结束，加沙囡仔敢会当5万大人，莫阁抬来抬去，
早一日互因摆脱困难。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继续来关心日本地震消息。根据咱驻台办办事处的资料，算到今日暗头啊，咱有18团旅行团547个人伫遐，所有的人拢总平安。来。等来台湾心情总算会当放轻松。经过日本石川县的大地震，初二下晡已经有地震了后，头一批的旅客照原地飞轮机的时间，顺利搭中央航空为小熊机场登来台湾。觉得蛮可怕的。那时候在游览车上面，准备要下车，然后刚好就是听到手机的警报，就摇了很大力这样子。整个房子都在摇啊，然后我就是很怕，真的很怕。公车什么都停驶了，然后就只能坐计程车去那个车站，然后高速公路也上不去。酷拉旅游伫北陆当地有旅行团5团，其中已经登来台湾的有32个人。那其他4个团伫确定当地风景区、饭店、甲餐厅安全无问题前提之下，继续旅游的行程。那这4团嘛，伫初3登来台湾。还留置在当地的还有4团的116人，陆续会从明天的下午的班机会返抵我们。那最晚预计是在明天的晚间，大概是9点50左右。同款受到地震影响的，还有灿星的旅行团，因为航班互取消，有2团的旅客调伫当地。这2天会住伫新社的饭店。初2早起，导游带旅客去新社祈福，按算初3会去仙台机场搭飞轮机回国。根据外交部掌握的资料，咱国有4间旅行社，伫北陆迄块地有旅行团，拢总有18个团，547个人，其中乡西旅游有8团，200多人占上济。因的行程拢无经过灾区，团员嘛拢平安。另外有21个自由行的，原地按算初1为新社搭飞轮机登来台湾。不过因为机场关起来，所以暂时留伫机场。也那外交部嘛有收到消息，有一个女性的侨胞调伫灾区。不过经过协助，目前已经去避难所安置啊。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一款新型的诈骗，想骗这高换学生讲伊的亲人是去受威胁，叫这个学生都要找所在避起来。翻头佮甲这个学生秘书互关起来，相片传互因爸母，爸母联络袂到人，就赶紧汇8万的美金要救人，落尾才知影去互关去。从高外头位天道行出来，17岁的中国籍高中学生郑凯，伫犹他州野外互警方找到，伊伫2023年12月28，互伊的亲人通报失踪。伊伫中国的爸母甲警方报案，表示收到有郑凯真惊吓相片的卡邮批，佮因为联络袂到伊，烦恼伊的安全，已经付8万美金的赎金。警方透过分析银行消费记录，也佮有手机的通联记录，隔壁伫郊区的山顶一个天道内底找到郑凯，发现伊真寒佮惊。天道内底无行收的设备，敢若一寡食物甲水，还有真侪支手机啊，应该是利用网络绑票。这种网络虚设绑票的模式，匪徒定定锁定外国交换生，乡村被害人甲家属无法度即时联络，透过网络电话通知被害留学生，威胁因伫故乡的亲人，都要按照因的要求做代志。被害学生互人要求爱自我隔离，翕看起来好亲像放加金的相片，所以甲相片连卡邮批寄互亲人。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最近美国各地通报真侪件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网络虚拟绑票案件，犹他州警局局长呼吁大家，发觉有问题的时阵，先莫着急汇钱，应该爱随报警。公司新闻简文编译。迪士尼米奇鸟鼠头一代咧使准乌白版本版权到期，对今年开始，所有的人拢会当免钱使用。也若是其他彩色版本，也阁有版权保护。迪士尼全世界第一出有声的动画片《气船威利号》，和古锥的米老鼠米奇，伫1928年第一遍登场了，就风靡全世界。295年了，这个第一代初版米奇的版权已经到期，2024年正式进入到公共财，也就是所有人拢免付钱就使用初版米奇这个角色。I kind of feel like the pipe on the steamboat, like expelling smoke. It's so exciting that it's finally here. 验过价值几60亿美金，穿着红裤无同版本的彩色的米奇，将伊各做版权保护。目前民众会当使用的米奇，只有乌白片船长这个特定版本。其实气船威利号的版权本来应该伫1984年到期，验过迪士尼长期大力的游说，和国会几多遍批准版权延长，和初版的米奇版权延长到95年。
people got so excited. They were, wait, The Great Gatsby? Wait, finally the last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Wait, Winnie the Pooh? And so I've been feeling a crescendo of excitement over the last 4 years. 根据1988年重新通过美国版权法，大部分的作品一直咧发布95年了变做公共财。伫最近有真侪经典的文学，真侪公共财就带动改编的热潮。亲像小熊维尼也比米奇早一步真侪公共财，甚至伫去年被改编真侪恐怖电影。迪士尼强调会努力经营迪士尼标志性的角色，袂互消费者感觉困扰。记者综合报道。纪录片《顶托娃娃看天下》伫咧 Disney Plus 放送，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带观众看漫画大师纪诺的经典漫画，佮回顾迄当阵的创作背景。阿根廷为红车高人贵禄伫1964年发表的作品《花马达》，伫台湾出版是用《娃娃看天下》这个名。这个系列浸透起是予电器用品拍广告用的，伫报纸刊出来了后是真受欢迎。拉丁美洲、欧洲甲亚洲真侪国家的读者，拢真介意这个头长胖胖6岁的查某囡仔，还有伊甲因好朋友的对话。娃娃看天下即马已经有28种语言的版本，为报纸、红仔册到电视的漫画，即马佫以纪录片的形态出现伫咧观众的目睭前。Ella para mí, bueno, nada, a nivel personal es como muy importante en mi vida porque me acompaña desde que soy muy chica. Yo nací en el 72 y tengo hermanos más grandes aparte, así que ya se leía Mafalda en mi casa, y mis padres también, ¿no? O sea, no solamente mis hermanos. Y bueno, y después cuando nacieron mis hijos también les fui leyendo a ellos estas historietas y hoy tiene cada uno en su biblioteca, tiene sus Mafaldas. Así que bueno, eso significa alguien que me acompañó, ¿no? Toda mi vida. 女导演莫洛祖的这出纪录片，长度是2点钟，透过几个漫画家甲国际演员的对谈，重新来看娃娃看天下的初稿，还有创作的灵感，分析故事内底几个大家真介意的角色，亲像是真虚华的查某人苏珊娜，甲希望加做孤单大侠的菲利普，还有开喙合喙就是咧讲生理的马洛林，而且嘛回头看这本红仔册，迄当阵的历史背景，对着抗年代安加尼亚军事独裁政府，甲因强烈的批评。Kino en realidad lo que hace es construir una historia con personajes muy humanos a través de la mirada de los niños que te dicen unas barbaridades terribles sin ninguna anestesia, pero donde construir sentido y construir una denuncia o una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a partir del humor me parece que es una forma excelente de transmitir conocimiento y entretenimiento también.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